跟住係天氣報告，之後係瞬間看地球。係賴君瑞同大家睇天氣。今日大致係多雲啊，短暫時間都有陽光，而日間嘅風勢啦就逐漸緩和。今日全日嘅氣溫變化就唔係好大，各區嘅氣溫都係介乎16到19度。而東北季候風會喺未來嘅2-3日逐漸緩和，去到今個星期後期會係大致天晴。我哋轉睇夜晚11點鐘嘅氣溫係18度，相對濕度80%。跟住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氣溫係會介乎17到21度，吹和緩嘅東風，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。展望隨後1-2日會係大致天晴，天氣和暖。星期日同埋星期一會係多雲同有微雨。而預測聽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會介乎低至到中嘅水平。我哋轉睇下，早前內地受到冷空氣嘅影響，去到今日接近尾聲。杭州市今朝最低氣溫降到零下0.2度，而日間嘅最高氣溫亦都只係有9度左右。華北地區未來幾日氣溫普遍會回升。山西省嘅太原市尋日最高氣溫只係有零下3度，今日已經升到去5度啦。去到星期五氣溫更加係會升到9度左右。跟住睇各大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天晴，澳門明朗；廈門天晴，台北多雲；上海落雨；北京天晴；瀋陽明朗；首爾多雲；大阪明朗；東京天晴；曼谷天晴；吉隆坡明朗；新加坡驟雨；雅加達驟雨。胡志明市明朗，馬尼拉明朗，墨爾本天晴，悉尼多雲，布里斯班明朗，惠靈頓明朗，奧克蘭明朗，孟買天晴，新德里落雨，卡拉奇明朗，溫哥華驟雨，三藩市大霧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天晴，多倫多明朗，芝加哥天晴。羅馬明朗，蘇黎世多雲，巴黎落雨，法蘭克福同阿姆斯特丹都係明朗，倫敦多雲。天氣先講到呢度啦，各位晚安。跟住落嚟係娛樂頭條。